Hi， 大家好，我係物理治療師古 Sir。喺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專業嘅物理治療知識，用簡單嘅方式分享俾大家，等每個人都可以活得更加健康。如果你覺得呢段片有用，請按訂閱鐘仔、點讚同分享出去，等更多人一齊學習正確嘅健康知識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自己成日駝背、左右肩膊唔平衡，甚至成日腰痛？可能你嘅脊椎已經不經不覺咁出現側彎。脊椎側彎簡單嚟講，就係你條脊骨唔再係直線，而係變成 C 型或者 S 型咁彎曲。唔單止影響外觀，仲會導致長期背痛、呼吸唔暢順，嚴重嘅話仲會壓迫神經添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有效嘅矯正運動。無論你係發育中嘅青少年，定係長期坐 office 嘅成年人，呢個運動都可能係拯救你脊椎嘅關鍵。首先，青少年係脊椎側彎嘅高危族。點解？因為青春期骨骼成長速度係最快，肌肉追唔上骨骼嘅速度，好容易導致脊椎變形。如果唔及時矯正，側彎可能會越嚟越嚴重，甚至影響心肺功能。以為大個咗就冇事，錯。成年人嘅側彎可能係細個冇發現，或者長期姿勢錯誤，例如翹腳、側身用電腦造成嘅。仲有，隨住年齡增長，肌肉流失會令側彎問題更明顯，甚至引發慢性腰痛、頸痛。想知點樣做？喺今條片我會教大家3個居家版斯羅斯動作，每日10分鐘就做到。跟住落嚟係斯羅斯嘅矯正運動，適合 S 型脊柱側彎矯正嘅腰部側彎。首先坐好，並且將雙手平放喺台面上邊，前腳踩穩地面，然後將右腳屈曲90度，垂直放低，右腳膝頭哥同地面保持水平，後腳微微向後擺，吸一口氣，跟住呼氣嘅時候，膝頭哥用力向下施力，咁樣右邊嘅腰側會有被拉開嘅感覺。呢組運動適合胸椎突向右邊、腰椎突向左邊嘅 S 型側彎。如果你哋嘅 S 型啱啱相反，胸椎突向左邊、腰椎突向右邊，就可以將以上嘅動作相反做就 OK。下一個矯正運動適合 S 型同埋 C 型側彎，胸椎突向右邊，而且出現旋轉嘅朋友。首先準備一張有椅背嘅凳，打側放喺台旁邊。雙腳曲膝90度，腳板踩穩地面，雙手扣住台邊同埋凳邊。首先深呼吸一口氣，跟住運氣嘅時候，同時將右邊身即右邊肋骨向左旋轉。俾個小提示大家，肋骨進行旋轉嗰陣，盤骨同上半身都需要保持穩定，記得唔好跟住肋骨一齊扭動啊！只要集中喺肋骨位置轉動就可以。如果你哋嘅 S 型或者 C 型嘅側彎啱啱相反，胸椎突向左邊，咁你哋只需要將上面嘅動作反方向做就 OK。最後一個運動係適合 C 型側彎，側彎胸椎突向右邊嘅朋友仔。呢個運動我哋需要係地下放一塊瑜伽墊，然後側身瞓低，擺塊厚嘅毛巾或者 cushion 喺右邊肋骨最突嘅位置下面，上面隻腳伸直，接近地下隻腳需要屈曲90度，先深呼吸一下，然後呼氣。呼氣嘅時候，上面隻手伸直，往頭頂方向盡量延伸。如果你哋嘅 C 型係相反方向，胸椎突向左邊，咁你哋只要將啱啱教嘅動作左右對調做就得。脊椎側彎唔會自己好，越早開始矯正，效果越明顯。想知多啲更詳細嘅斯羅斯運動，歡迎聯絡我哋查詢。